上一集我講咗一啲唔係好受基因影響嘅唱歌才藝，點樣受後天影響。今集就再用科學去解釋，就算係嗰啲明確受基因影響嘅特徵上面，例如衰老或者身高，基因都唔係唯一嘅導演。你嘅環境同生活方式掌握住調節基因表現嘅開關。呢個背後嘅科學叫做表觀遺傳學。基因就好似一盞燈，而表觀遺傳機制就好似係上面嘅光暗掣。環境因素例如飲食、壓力同運動就係操作呢個掣嘅手。環境因素唔單止可以開盞燈或者關咗盞燈，佢更加可以精確咁調校盞燈嘅光暗強弱。就以衰老嚟講，就算有人攜帶咗一啲衰老嘅相關基因，但堅持健康飲食、規律運動、學習處理舒緩壓力，就好似將相關嘅衰老燈光調暗，延緩佢哋變得光猛嘅時間同強度。表觀遺傳學講俾我哋聽，我哋唔係基因嘅奴隸，每一日嘅選擇都係你同你基因嘅對話，共同塑造最終嘅你。掌握環境同埋生活習慣，就係掌握影響自己健康嘅強大力量。